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云林议论轮杯西路一大白，现然是台湾走安客七路团人口迁多的体系。走安客家传统人家，唔系从中国福建种族走安人乡嘅土楼，也算为用福建族系传统上拍样嘅形式。睇各区批之后，都系议论乡迁多也迁完整。其中18种来沙期、来飞沙期。客家七路建筑大体的保存的喜好，也看得出佢当时系有钱的沙期哦。不过，如今唔是依旧按旧无人黑的落伍，受到天时环境的影响，往里往边。沙期发展协会都希望政府重视对能添保存也云林走安客具有特色的文化资产。天牛位的天球空，时而来，时而去，地给大田。时推进步，大田做出用机器来推牛位。地条大嘅农业沙地，總條有錢冇，可有幾多張牛位，幾多種嚟處地。雲林議論鄉嘅18種嚟沙期，就係因為有18種牛嚟，將會有按樣嘅名嘅。18種咧了解。代表講，而家狀態啊，上下做生意道啊土地寬，那麼強牛啊，哦，農業時代又強牛啊，啊隻牛學累落地天啊，所以18種咧，向人望，也係認為做生意啊做是寬，叫為牛道，啊就用一個都好命，啊嚟代表一個蔬菜上下係太好嘅一大蔬菜。三貨錢，一時嘅鋪寬。這是種人條好嘢，好嘢都係做，所以好嘢做點解嚟做個題目？雖然一下總條看起來動人咯，唔過行係看嚟到實高檔啲總條度嘅太粗暴嘅，其中1907年起嘅佔地為5000平，高希市嘅三福村村民大家和好同嘅運傳統，先有代表性。當然做案吼。較早，俺早因得講個歷屆條嘢，加八甲嘅土地，啊，俺做細漢嘅時，佢第三胎嘅土是咁樣區呢，俺就是落嚟啊，特別得，裡面都有那個哦，好多的那個動物，好很多，就叫個鳥在裡頭，啊，落喺裡頭啊，啊馬在鳥背啊，佢在睇。要看他的土地的時候，都起碼。唔過時代改變，條前一內行動鐵片用來看講內定錯唔同，就用啲嘅房。淘汰路順動派條嘅建築，本發出數位大燈嘅，全看唔出來一大筆是個這麼有錢嘅太富人家。雲林科技大學的客家文化中心，或是他們的相關的學術單位的教授們所提的計劃研究，都做因哋Q舞啦吼，Q舞嘅調查吼，敢若因男主加18種咧三草舞深坑組咧吼，攏陣調去因差就40-50屆太嘅Q舞，啊那連世界做調吧8萬屆Q舞。在聚落方面，他們有比較完整的一個聚落結構，他們有東西南北營啊，還有這個土地公廟在聚落的西邊，那整個聚落跟聚落彼此會有一個連結的關係，這個形成一個防禦的體系。這個在南環的部分就在張廖姓的25莊會比較清楚。議論嘅傳統建築，但是佢啲1910到1930年起嘅無就係長高嘅，對一條派頭嘅祠堂，看講嘅建築廢材同雕刻工藝，就可能出嘅樣是走安客家思想嘅有錢嘅豐容嘅情形。唔過停電時代改變，都市發展，簡明淡淡出細隻位，將傳到較多些嘅老人家。
客家专门庇护大马同家屋嘅。我就19岁来，等到19岁才91年。91年，你行头摕7张去。7张你知？这行放嘅啊，嘛唔知。这落去困到又热又知又迄类，都不甲人啊。为到会将一条典型嘅台湾客家总头保存下来，云林县客家文化促进协会6年前开始提案申请补助，上海地方嘅项目往里往壁，建筑结构还算完整，就来老记账号。拄出困难就不干呢，因为这个体系拢迁过9道胎啊啦，就迁了这家几8年啦，真多人就在继承权啦。现在就用错挂体就做不改吼，什么法度做？因为认为就签一条人都写土地使用同意书吼，了迄个米难，所以如果甲做不改米肯的米送了真歹。没有形成文化资产身份的老实讲，在补助方面的条件就会比较严苛，会比较麻烦。所以当然我们鼓励这些就是优美的历史建筑如果都有可能的话，我们都来申请补助啊，申请这个先是形成有文化资产身份，再来寻求补助的管道。用公权力将有意义的建筑连做历史建筑，无照古迹来保障。而将佢基面无材料保留，又想去保存落伍嘅清好嘅方法。不过爱提出申请做历史建文印厅，未爱有所有权人同意张做的。一到落伍嘅保存计划，就拖亚管填通唔得，一直无进行。以目前来讲，就是因为常常很多古宅，因为它持分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没办法联络到所有的相关的当事人，导致在这个部分其实在执行上会产生瑕疵。有了文化资产的身份以后，那我们身为文化处，那我们就更能够去申请中央的补助，以及再配合县府的补助，所有权人大概自己只要出资大概20%、30%左右。那其他的70%甚至80%是由中央以及地方的公部门大家来协助。公有地的部分先做，公有地的部分先做，先对这个地方的这个卡装的人通现，政府按做，按大装就较强力、较强，但就较爽快、较快办，伊嘛来安死的，过后一家站就提出等做啊。查下天天的事业来飞沙去，看那过去心肝捏弄一下嘅，一条归来嘅转错风风火，用心整理过，上下边真神条前的摆停，代表客家族群贴片充实知识，慎重最严嘅文化。虎面堂也是上岛的耕田几上岛的自信呢。已经就迁几处什么台是过来台北啊，现不是已经特别23、24台去啊。大部分呢，村外的人呢，一年大部分就3届正人，第5月节变个班，过年一般进来就赚咗钱，几月进来的就拜拜，让祖先留落来的耕田，上就咩样款。在诏安客家这个比较密集的地方，它反而在三合院的正身，它会多一个元素，叫做宣亭，就是一个四角亭。在祭祀的时候，一直还是有在使用所以我们调查的很多这个三合院，它也兼具的宗祠的一个角色。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案例是这些四角亭、这些宣亭它已经不只是有宗教祭祀的功能，它还有日常的休憩。三合院顺还保留的老式嘅国主位，做得看外边几多嘅国，就写几多的门边嘅国床。掠牛出门出去未？念到边掠？念到边掠？掠去创人，创人出门加清巧电就好加死，就面上下底搁饲到拔出来，掠饲到退起，饲到退起。饲到退起，饲到不到下骹，摸为止。在诏安客家这个比较密集的地方，它反而在三合院的正身，它会多一个元素，叫做宣亭，就是一个四角亭。在祭祀的时候，一直还是有在使用。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案例是这些四角亭、这些宣亭它已经不只是有宗教祭祀的功能，它还有日常的休憩。
民国99年，来比沙期发起石湾合作民居建筑环境改善计划。沙期居民抢下仗义名次，做开口式门牌，老烘弄非彩打扮，先对共享空间做起事，一步一步为老居民牵进来，希望变做石湾客家文化建筑嘅保存示范点。啊，我一改改，啊，那个土一间间充满养，啊，养了土改养到每拢感觉讲哦，花木一个好蔬菜较做拢好影地，吼，啊，掠外母古拢因送去太早，啊，佫保留落因好势。大家掠因呢，佫要感觉讲哇，其实应该送到因，应该自身是早夫啊，去到因送去鸡蛋，充满掠好，佫要感觉讲哇，应该有好的保守。感觉讲，阮就是早夫啊，要亲像免治。聚落本身是他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其实我们讲聚落，只是指他们居住那个地方叫聚落，其实让他们的生活幅员是包含聚落本身跟周围它的耕作的田地，整个范围是他们的生活范围。然后每个聚落又有跟其他聚落会彼此有一些关系。小朋友，要切真心哈，真心，免真心，要盲目，盲目就两类拢盲目，嘿，就两类拢盲目吼，就不染下，甲切不染下，对冇？沙期嘅学生嘅要开始同沙期有为进一步嘅情感交流。也总伫台湾其他素材看无擘多嘅太同屋嘅，老記子理好保留下來，唔但將起學生嘅一定站嘅戶外教材，未必在安客嘅發展留下歷史記錄。我目甲寫住講，沙期嘅呢一部分哈，那學校每種條上講嘅盡量規劃去贏。小朋友對這個台灣沙期文化節哈文化嘅認同。就我認為就提升，因為學校的推落實生活化，小朋友攏要講。最根本是說，他們要對自己的扎恩克文化要有認同。那認同最開始其實就是語言。那在整個扎恩克這個50個聚落裡面，能夠講扎恩克語的聚落越來越少。那能夠講扎恩克語的聚落，對自己本身扎恩克文化的認同很強烈，而且他們有危機感，所以他們認為應該要保存這些文化，包含它建築，包含它的這個信仰這些都需要保存。所以要做保存，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從語言先開始。對各個位素材看共下。行家可能到來比沙期總條建築同習種動法，文字法當中文化資產分做7種類別，其中古蹟、歷史建築、鐵路算建築物類嘅文化資產。民國97年有100年歷史嘅客家莊，屏東萬萬五九水，係第一例用鐵路、電力文化資產保存法比沙期。議論石灣客家鐵路，未希望有一年9點5九水用鐵路登錄保存。如果是聚落的登錄的話，是全村莊的人，不是說全村莊人同意哦，而是要召開公聽會，由他們提出申請是最佳。那最佳狀況是，尤其是不管是單棟還是整體的這個聚落哈，如果當事人他有比較高的意願的話，這樣推行起來會非常容易。如果居民他沒有一個共識，到時候等於反而在保存上抗爭會很大。好，所以全台灣其實屏東就有一個聚落五溝水，好，它就是因為經過公聽會，好，先有公聽會，當然提出申請，然後舉行公聽會，然後大家居民有很高的意願，他們同意，所以整個聚落就保存了。花木你都古木，這個花木沙丘的特色，當然呢，希望講政府要打算重視一點，要打算講撥到經費，來甲佢徵收，來甲維護起來。莫了
将来呢，若无因伫带啊，着修理起的经费也先送伊台。我相信呢，伫因读个囡仔带啊，整理好势了后，外地的人若提供的非洲武装，让因到鼓舞啊，过一天袂到了，啊袂到参观，啊着带动因提防的劳业。就按卡人算去。学者讲，做隐形的客家人，关于门外声音一家的卡人啊，窗外开，无去讲过的卡人，因咧保留一个起的母下，关古早师傅带的种看捌个款，得关石王卡人，因添一家的石王卡人，啊，这种的舞用太格局的舞得关营养起来，感觉很骄傲的，就我们祖先他是这样住这么好的房子，啊，得关因天讲。石王卡的文化，伫较古早的时代是较发达的。建筑物为停电时间亦建议落课。唔过也例外东道是建构为故，保存传统客家起路建筑，唔但将老屋嘅做得长长久久流传下来，这文化嘅故事未做得传下去。